里咱们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Your channel 是我的频道。This is Jinjen Show 啦。 Salut zusammen zum ersten Video seit einer langen Zeit. Ich bin hier mit meiner Freundin, der Jinjen. Wir sind in der Pilatusbahn. Es ist für uns beide das allererste Mal im Leben, dass wir auf der Pilatus gehen. Und wir sind schon relativ aufgeregt. Und wir werden euch natürlich nicht nur von diesem Tag berichten, sondern auch ein bisschen, was wir in den vorigen Tagen so gemacht haben, weil morgen fliegt sie schon wieder zurück nach Taiwan. Ich muss vielleicht noch anmerken, wir haben eine Challenge, dass wir heute nur Chinesisch miteinander reden. Und ja, das heisst, ab jetzt gibt es Untertitel. Viel Spaß. Only Chinese challenge. Exactly. Yeah. 好高哦！对，我们现在要上去那边，对。看得到吗？看不到。因为我们已经有时间，所以可以花一点点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看过什么。所以我们第一天去过苏黎世， Yeah. 然后他们的后山坐过那个船，脚踏船。嗯，对。然后我们也去过 Rheinfall， 非常漂亮。其实我10年多一直没去过 Rheinfall， 所以也对我来讲非常特别。隔天我们去过 Kandersteg， Öschinensee， 我们也坐过那个，这个怎么说？就是很像溜滑梯的东西。嗯，然后我们也去过 Thun。对对对。但是我们只有去一下下。哪里 Thun 也非常漂亮。对，你觉得 Thun 很漂亮？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地方？就是 Thun， 对不对？拔舌啊，当然。还有啥？还有什么？我们去过德国买东西。嗯。他买了不少的东西。哪有？骗人。然后我们晚上去法国吃 sushi。离巴塞尔不太远，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寿司店，在 Saint Louis。对对对，这些服务员和他们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是一个中国的家，所以我们两个跟他们说过中文。隔天我们非常早去过那个 flea market。啊，对 flea market， 我买了一些衣服，然后 Leon 也买了，非常便宜。Leon 买了什么？一件衣服只有3法郎。对，我买了一件外套跟一件算是衬衫吧。嗯。才花了6法郎，就是台币大概不到200块。我们现在要搭这个缆车上山，上 Pilatus。对，他星期天早上说我要吃 fondue， 夏天你不要吃 fondue， 不好吃。但是他一直说 fondue， 所以我愿意我们去 Bern， 因为我一定要给他看 Bern， 从巴塞尔到 Bern， 他一直说 fondue， 我一直想象夏天的 fondue。不可能好吃。这个 fondue 到了我们的桌子的时候，我第一口开始吃，我觉得这个 fondue 非常好吃，但是它的原因是这是 fondue 吗？对，那个 fondue 里面加了太多白酒了，因为吃不出 cheese。点菜的时候，我告诉我们的服务员，是我的女朋友生活中的第一次吃 fondue， 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这个 fondue 很特别，所以她加了特别多的那个白酒，也对我来讲有一点多。我喝醉了。she was a little tipsy。哎 ，Chinese challenge。叉盖儿，你为啥打我？呀！对，有，好像是个真的巴塞人。我是瑞士人。嗯，我有你的瑞士护照。你要还是你有？我要。我觉得他喜欢我为了那个护照，还是为了我的钱呢？不是。那不是吧 ？And here's some ramen. Yeah. 他们在唱歌瑞士的传统歌。你这里有那个牌子，他说哪一个山叫什么名字？你觉得怎么样？漂亮。你是最漂亮的。但是今天的天气不太好，一般来讲，你看到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山的最高的那个，这个怎么说？山顶。山顶。顶。这个是卢瑟尔的湖，这个是卢瑟尔，然后这个是塞帕的湖，这个是一个牌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你做啥？这个山的特色是，这里有很多很大的鸟，是很漂亮，很好看。怎么了？你再说一次，你刚刚说什么？你看，有很多动物都是鸟。鸟？对，鸟。我的男朋友很奇怪，对不起。你做什么？我们已经正在下去，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看卢瑟尔。Sorry， 咱们，我们现在回到了卢瑟尔的市区。我们本来想要看看市区的，但是太热了，有点想要回家了。这个非常有名，很多观光客来这儿看这个。我不太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是Kabelbrücke。因为现在的天气这么热，我们无可奈何回巴塞尔吃晚饭。太热了。今天 Leonel 要做raclette cheese 给我。不是，太热了，不要吃。你们看到这个影片，如果他没有做给我的话 ，unlike this video。I will cut that off。那我们现在也坐火车回巴塞尔，再见。Cheers。